中環大館拍住上光影裏並肩馳騁的我們，透過重現多個電影動作場景，探索香港唔同時代嘅電影精神。當中咁多個場景，你又認得出邊幾個呢？系統政策佢講嘅唔係一啲唔係真實嘅謊言，既然唔係一啲唔係真實嘅謊言，代表佢講嘅應該係大話，除非佢講嘅其實係真話。睇完展覽，諗住喺大館嘅餐廳食餐飯，點知入到嚟停電冇得食。今次已經係第二次遇到咁嘅情況啦。上一次2018年亦都遇到緊急情況，係需要成間館疏散嘅。似乎大館同我真係有相沖，嚟親都係咁樣。